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有没有看到我被五花大绑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要带大家体验 VR 虚拟实境，它主要是靠天诺电脑来操作，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受。所以我待会如果打怪叫太大声的话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喽。戴上鞋套，绑上安全带，再戴上 VR 目镜，靠着身上的感应器，玩家可以在圆盘上进行长距离移动，压走的走，跟在电视机前面告天通某空庸。今天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常用的单字，叫做电脑。天诺，我们请到玩家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单字。天诺，天诺，有没有记得呢？要学起来哦，很常用到哦。利用天诺模拟，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世界。绑上感应器，民众会像空中飞人一样走得比来比去，跟以前拿着遥控器告天通完全不同。VR 可以感受到危机四伏，玩家说这真的很有临场感。那你自己体验那个 VR， 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很像蛮真实的，然后身临其境，然后又是在室内，所以真的蛮有趣的。我刚刚看你跑得很努力耶，这还蛮好玩的。你刚刚打了几只怪？都打到。天诺越来越厉害，不但可以结合新科技，连赛车游戏也能让民众有全新的体验。戴上 VR 目镜，会觉得真的很像在雨中，或者是在雪地赛车。VR 虚拟实境结合天诺图形、人工智慧、红外线感应，打造新口技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跟着敏华一起体验实境的这个 VR， 真的去玩的时候蛮恐怖的哎，而且都很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好吧，我们来学到新的词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电脑，天诺，天诺。第二个呢就是玩电动，告天通，告天通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电脑越来越厉害。天诺越来越厉害，天诺越来越厉害。其实不单是电脑进步，重点是人类的智慧也越来越进步了。好了，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